46岁法拉利姐张婷婷7年前因为跑车被刮花，高调炫富意外爆红，但多年来她的外形和沙哑声线屡遭怀疑是变性人。虽然张婷婷多次否认，不过近期有民众爆料网上流传一张疑似法拉利姐2008年的男装照，五官几乎和本人一模一样，只是短发又平胸。对此，法拉利姐今23日爆气表示那个根本不是我。据《镜周刊》报道，有民众发现网络上流传一张疑似法拉利姐的男装照，上头标注着2008年6月7日的垦丁2日游。照片中一名疑似短发的男子穿着绿色 polo 衫，胸前有点鸡突，五官神似张婷婷，但打扮和如今浓妆爆乳的她差别颇大。法拉利姐曾多次被爆料是变性人，外传她本名叫张俊逸，变性前还和一名6级女子生了儿子，但她全盘否认。日前法拉利姐被酸民呛死人妖，她忍无可忍公开儿子的身份证明文件，上头记载着母子关系。据苹果报道，张婷婷看到疑似自己的男儿身照，爆气表示那个根本不是她。我出道到离开演艺圈已经这么久了，还要爆料这个，我觉得很夸张也很恶劣，不知道谁想要害我。她并质疑为何2012年她最红时不爆，如今到大陆开饮料店还要这样整她，很呛这些人真的有病。